乡亲继续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测谎的结果敢嘛会讲白贼的？这个真优秀、判真济案的刑事组长，为什么会沦落做通缉犯呢？这是发生在1997年轰动台湾的案件。当时新庄警察分局刑事组的组长罗明川，和涉案人指控，伫某一个所在甲收钱。罗明川否认，佮提出着伊伫警察局开会证明。但是这个测谎的过程有欠点，测谎的图谱哪像去互变做过？重点是法官嘛来采信，罗明川求助无门，只好是逃亡海外。咱队长来发现，国内测谎的单位是一般鱼仔转头，一旦作业的定数无够周至，无够顶真，这个测谎的结果就真有可能完全无共款，甚至会180度逆转案情。参这个测谎拢会讲白贼的时阵，这个司法是要搁安怎来严守公正的？罗明川的家属甲律师尽最大的力量要来翻案，已经提出第50届非常上诉的申请。测谎的功能就是还原事实真相。测谎，他没有真的办法测出谁在说谎。测谎是掷骰子、碰运气。以前都是什么罗明川破什么案，然后什么什么的，什么史上最年轻的刑事组长，然后他现在都变成什么涉收贿，然后判刑几年这样子，到最后所有的网络资讯、报章媒体就是说，就是目前逃亡中。20多冬前，因老爸是真请赢关键；20多冬后，伊煞变成逃犯的囡仔。伊是前新庄分局刑事组长罗明村的大汉查某囝。这是一个查某囝苦痛告白，嘛是一位警务人员派司法10日家真实故事。大家都希望就是爸爸牵着你走红毯，然后就是把你的手交给你未来的另一半，然后爸爸可能哭得要命啊，然后什么之类的。我的梦想就是这样子。无尽的思念甲委屈，只能拢总化作目屎。时间来讲，1997年，罗明村案件震惊全台湾。当时伊被涉案的人指控收50万块的红包，包庇庆祝案的真凶和别人食罪。验过收红包的时间地点，罗明村讲伊伫警察局开会，还佫有签到的记录，只是不在场的证明，法官无采信。一审判有期徒刑13年，2002年经一审判决无罪，经二审却又佫改判有罪，2009年判决确定。这件贪污案好一位警界明日之星变成罪犯，关键的因素就是测谎。我爸那时候因为他很清楚自己的清白，他当然就是说测谎嘛。那测谎一看图谱，我第一个根本就过不了，因为我爸就是心律不整。调查员直接说这个不能做啦，这个根本不能做测谎。他都已经这个手势录影都录下来了，那为什么会有完成的图谱？律师甲家属质疑讲，测谎过程有严重问题，依照程序，干那测谎前误谈，就需要30分钟到2点钟的沟通。验过罗明村案件完成所有程序，只用29分钟。另外，图谱显示地数甲地数，甲这个地谱斗袂捌，图谱敢若被伪造过。所以我们就有很大的质疑说，你现在用来判定所谓罗明村说谎的这一张图谱，到底是不是罗明村受测时当时的那一张图谱？那真正的图谱哪去了？那为什么你凭什么做出这样的一个判定？无具体人证物证，测谎无过，变成判决的重大依据。罗明村唔甘愿去王关，逃亡到海外沦为通缉犯。罗家人一直发冤枉，到今麦已经提出50摆非常上诉的申请。测谎本来应该是科学证据所变成可能造成冤案的源头。回顾台湾司法的重大案件，唔拿责任。查出在空军作战司令部福利社工作的上等兵江国庆涉嫌重大。1996年，空军作战司令部营区发生女童奸杀案件，被认定涉案的江国庆无通过调查局的测谎，最后因为刑求逼口径写下自白，坦承犯案。后来虽然有变口径，也过依然被军法处以死刑。江国庆老爸往生后，这个案件才翻案证明是无辜，一定清白，因为没有做。2000年17内湖命案，李介敏被控告杀害女朋友，调查局测谎无通过被起诉，判刑13年确定。
入监服刑4年后，才经过 DNA 鉴定，证明讲凶手是另外一个人。这两件案件共同点就是关键的测谎报告错误，以致误导侦办的方向，甚至造成冤罪。律师追踪更加有惊人的发现，真一件冤案的测谎员拢是同一个人。在李先生的那个测谎的过程里头，都被认为太粗糙简略，他使用的方法上，跟人家比较不一样，跟主流上比较不一样，所以敷垫的反应就会偏高，偏高的他们说除错的机会就会少了一点，就是说会让他的失误率比较高。2017年，监察院小连续提出2份的调查报告，点出测谎过程中的人为因素造成标准作业的天数无同款，拢有可能影响结果。测谎公正性受到质疑，一旦无有力的证据，司法机关修改依赖引用测谎鉴定，较好造成冤枉。测谎的结果就是说我们说谎的比例高达70%，所以这个测谎鉴定对被告是非常不利的。法官跟检察官他不看 SOP 啊，他只看有没有通过与否，有没有测谎，有没有说谎，那这样对当事人很不公平啊。所以人家才说测谎是掷骰子，碰运气。关键性物证缺乏的这种一半一半的案件上，测谎才会成为关键，测谎才会它的意义才会出来。那好，你仰赖测谎，你要了解测谎到底可以证明什么。到头来会发现说，测谎其实根本不能证明有罪无罪这件事情，它可以证明他的生理反应，他没办法证明说他就有这个被告确实有做被害人所说的事情。先要跟他沟通，讲一些东西，让他了解我们整个测谎的全部的命题。测谎可不可信，又是安怎进行的？要伫调查局做16年测谎工作专家就认定，亲身示范掀开这个测谎的神秘面纱。你选的卡片是数字5吗？不是。到监测器进入主测器，受测者的回答包括喘气、血压感美、紧张、流汗、皮肤度、电度的变化，拢会同步被记录落来。他有反应的是2个起伏，一个是3，一个5，但是这个5的部分反应是最大，身体不会说话，也不会说谎，在回答我问题的瞬间，身体就会产生反应。早期就是传统的测谎，完全是人工的判读。那电脑测谎，当然它就是它的优点就是说，可以做电脑的计分的判读。但是我们现在比较遗憾的，有很多测谎从业人员，他们对于测试后的计分是用人工计分，那一方面人工计分比较绿色是没有主观性。2016年，周润德为调查局退休，成立民间的测谎公司。伊直接讲，机关中在结案的压力下，一旦作业程序无够严密，就可能影响鉴定结果。目前台湾测谎系统除了调查局，也有刑事局甲宪兵指挥部。全台湾测谎人员较无30个，一年有1600几件测谎案件，其中1300件，将近80%拢由调查局伫做。检察局单位标准无一定同款，同一件案件测谎的结果有可能是出现完全无同款的结果。基地里的弹药库遭人破坏，偷走了8大箱65K2步枪，库存训练用的8960发子弹。1999年，首批深严的桃园空军基地发生弹药互人摒弃，空军因为对这个压力，错将3位无通过调查局测谎的基地士兵，受啊4个多月屈打成招，后来经过刑事局再次测谎，结果是甲调查局洗面。空军弹药库当时也是在羁押当中啊，那羁押当中我们测试以后也是排除他的涉案啊，所以测谎怎么不科学？到后来破了案件跟刑警的测谎结果也都一致啊。当年刑事局的测谎人员林国庭被封为国内警界测谎上高的人，国内真侪件大案件，像8里相思命案、南回铁路变轨案，拢是由伊亲身测的。2017年，才调任10指分局长，处理测谎期间，除了讲弹药库失窃案件，嘛捌经手李改民案件，拢推翻进前调查局测谎的结果。事后证明，这个案件拢甲林国庭鉴定的同款。鉴定是不分机关的嘛，鉴定只分技术嘛，对不对？那鉴定只分技术，我们只看这个人有没有合格的训练，有了合格的训练以后，他有没有使用正当的作业程序，有没有使用正当的技术规范。
高等法院制定测谎5大刑事要件，要求鉴定人员、家属及庭事拢需要符合规范，测谎才有证据力。另外，受测者的身心状态、精神疾病，甚至人格特质，拢都要事先评估。测谎到底有没有证据力，就回归到程序正义有没有符合测谎的 SOP 啊？如果这个程序有瑕疵，它的证据能力是很低的。不应该作为证据。我觉得测谎它是一个不可靠的。那测谎它毕竟还是掺杂了这个施测者很多主观的判断，所以它没有办法重复，它没办法再现。我会觉得就是说，测谎这个程序在司法上，尤其在法院的判断上，好让法院拿来作为判决有没有罪的这个依据，我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案件的侦办上，这个证据法则上应该是，如果我们的证据不够。我们宁愿错放，也不应该冤枉。他们选择性的比重上，可能会比较偏向于有说谎的结论，跟他心证上是吻合。这项鉴定甚至会使成为证据，各界讲法无共款。国际上，德国法院是完全无要采用，美国这是各州有无共款的规范。啊，那亚洲国家日本甲台湾是共款，英国法院完全引用当作判决的依据，拢无一个标准。很难不因人而异，因为基本上整个判决。一个诉讼的结果基本上还是人为出来的。专业领域我们基本上是尊重专业，所以才会有所谓的那个。我们只能透过程序要件去从严去检视它，符合相关的一个程序要件的话，基本上就会认为这个证据是有证据能力的。我们不是要训练司法人员当成一个科学人啊，他只是对这科学要有基础、基本的认识。毕竟他们是使用者，要有个初步的认识，才有办法正确的使用，避免艳遇。符合庭事证据是测谎的先决条件，只是测谎单位分散伫无共款的单位，所以讲有人提出测谎不应该是倒头马车，应该建立公正性的国家级机构的侦函。应该要成立一个独立型的国家级鉴识单位，那这个单位它大体上要制定标准、确认资格，然后在职训练。那远程目标当然就是这个证据它不应该进入审判之列。站在法官的立场，我们当然是希望这样科学证据至少在你们这个专业领域里面的可信度是越来越高，那我们在采用的时候会比较放心。当测谎会讲白贼变成冤狱，又阁有偌济家庭因此破碎。1997年，因为冤判被枪决的江国庆，无多为家己申冤。2个多前被控告食钱，无多辩解罗明春无奈逃亡海外，因查某囝竟然伫职外中期待因为老爸平反。司法改革的路遮长，唯有互测谎更较严格，价值才法度被采信，才法度确保司法不再侵害人权，并互所有含冤者最后的正义。